sao hàng đấy
兩個女坐。
李建華姊妹嘅出殯禮即將開始，請大家留意翻。我哋完咗個出殯禮之後咧，就會直接出殯㗎啦。如果你身上有一啲嘅行李啊、袋啊，就預備好擺喺自己身邊。同埋如果你去洗手間嘅弟兄姊妹或者親友咧，就盡快就去啦。咁我哋一陣完咗儀式，就會直接我哋會上山嘅，係啦。各位請起立。好啦，各位請起立。現在有請主禮林一君牧師引領丁母李建華之人嘅靈道，做出禮堂有請。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我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李建華姊妹嘅出殯禮。讓我哋一同唱一首嘅詩歌《耶和華是我》，我哋係會係清唱嘅，我哋會唱1、2之後再唱副歌1次。預備起。耶和華是愛，讓我身青草溪水邊，神令我釋出心中的憂鬱，共同度每一天。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他保守人意，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在世間，主恩與共，他的愛存在上空中。神為我是因為保守堅毅，共同到此世。耶和華是愛，讓我身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在危難也不會變。各位請坐。今日雖然我哋要送別建華姊妹，但係相信佢主入邊咧，佢嘅平靜嘅安穩，佢主嘅懷中。現在有楊國偉牧師。我哋讀一段嘅聖經，係詩篇90篇。我哋嚟睇詩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
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強壯，可到80歲，但其中所經誇的不過是勞苦受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的怒氣的權勢？誰按着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憤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耶和華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求你照着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願主我們上帝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這是上主的説話。詩篇90篇係摩西上帝嘅僕人，佢一生咧同主，佢接近離世嘅時間，去回望上帝嘅恩典。我們一生嘅年日係70，若是強壯可到80。今日建華姊妹係90嘅高壽，我哋相信上主已經同佢一齊，一直冇撇下佢，都將最好嘅喜樂、恩典交俾佢，同埋佢嘅子子孫孫。求你照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患難嘅遭難嘅年歲，叫我們喜樂。雖然人世間會經歷高低起跌，會遇到困難，但係上帝亦都叫我哋喺當中有佢嘅扶持同保守，得着喜樂。願你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嘅榮耀向佢嘅子孫顯明。我相信建華姊妹佢一生喺上帝眼中係恩典，亦都將佢嘅恩典傳到俾佢嘅子子孫孫，向子孫顯明神恩不變。願主堅立建華姊妹一生嘅功勞，亦都歸在主嘅身上。一段嘅時間，讓我哋臨別之前，讓我哋去默禱，讓我哋去懷念建華姊妹係我哋好珍貴嘅親人，過去喺我哋唔同嘅年日，同我哋相處嘅點滴。一段時間，我哋安靜去默禱。
讓我哋同起立。上帝俾我哋恩典好大，讓我哋讓佢交我嘅禱文，我哋一齊去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與義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到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我哋手祝福，願主嘅恩典常與你哋同在，願主嘅愛常與你哋同在，願主嘅恩佑、安慰、平安，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各位請坐。陳先生咧會有一啲嘅事情報告，之後就會有啲向我哋嘅時間。現在報告及致謝此日，丁武理建華夫人及文禮各位親友喺白龍江中沿途親臨致祭，並無所致送嘅花籃、電金品為全家衷心感激。一息間，丁武理建華夫人在本禮堂辭靈後，領夠隨即奉移至柴灣歌連臣角火化場舉行火葬禮。各位親友欲出席火葬禮，主家在本回或係備有旅遊專車接送各位代步。無論有公事或私事未便送達，一息間辭靈禮後可辭別請回嘅非常留心。同時，是日主家係備有平安飯招待各位來賓，地點係北角廣運城聯城宴酒家。時間係火葬禮後隨即有旅遊車接送各親友到北角廣運城聯城酒家，請各位親友一同到埗參聚。時間係曾向各位親友一一致謝所報告完畢。以下儀式係簽約遺容，請在座各位全體起立。好啦，呢邊親友先，係啦。我哋呢邊跟住我呢個方向行個圈，跟住可以翻埋座位。好啦，繼續第二項啦，跟住翻埋座位請坐。請在座各位全體起立。請低頭合抱。禮不抵成。現在有請主禮引領丁武理建華夫人嘅靈柩由家屬親屬來賓步出禮堂引發。得落。好啦，我哋